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即摆人有较少吼。我头拄仔伫想讲，虽然我敢若无人吼，不要紧。虽然有风雨，也毋过咱犹原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是何等的福气。只是请咱做献到信息568首，568首，挂有保护者伫身边。咱做伙来行第10咯。好，来暂停一下，咱竟然看到一首真奇妙的谱出现伫 PPT， 手头有信息无？好，三歌对有呢。好，赶快来568首。好，568对。哦，我看到一首今天没有唱的歌，刚刚，咦？好，不要紧，有谱啊无？啊袂有，请问有568？他不知道去哪了。好。要不要下次调？那个 B 可能会很惊吓，不要紧。嘿，好，来，信息568首。咱若是手头无信息的，请听信歌随先来唱，好。
维持速度，不要越唱越慢，可以吗？继续唱到安静心，准备差不多再开始回答。大家平安，平安有心来听电台，那到了。上主安尼讲，应着维护公平的实际公义，因为我的正义分，我的公义也是实现。时三角来面，除了圣诗294，圣诗294，先感助力灵光，先感助力灵光，咱一日灵信。兄弟。
请大家犹原徛着，用尼西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愿信独一全能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在救爱子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伯利都林内为咱圣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活上天显将。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上述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同受敬拜，享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为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亡过活，来世活命。阿免。请坐。这时来启应，启应文45篇，启应文45篇，以赛亚40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夜嘛袂先。夜先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都会夜先。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定心有气力，因亲像鹰鸟体势飞悬。这时，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保守阮一切平安，互阮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领受主的恩典。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怜悯阮的软弱，互阮无因为受试探来迷失。有主的听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更新，成做新创造的人。感谢主，对阮每一个人的一生有无共款的安排，有无共款的计划。求主帮助阮伫生命中尊主最大。恳求主照着圣灵开启阮的心，互阮伫你的话语中明白主的真理。主啊，当阮面对困难甲挑战的时，求主赐予阮智慧甲力量，互阮无受到环境变化来受到影响。阮也互阮犹原有坚定的信心甲倚靠主。阮也要为着伫困境中甲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主安慰因的心，赐因信心甲盼望，互因赢过身体病痛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阮也要为着教会中一选举甲团结乡长改选祈祷，求主带领
会当顺利选出助理预备服侍同工，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共同推动教会所有事工顺利进行，来荣光主的名。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16节，出埃及记12章43节到13章16节。我来读。上主对摩西、亚伦讲：搬过节的规例是安尼，搬过节的食物，外族人拢毋通食。毋过用阮买来的奴隶，若有受割礼就通食。寄居的甲请来的工人，拢毋通食。着伫厝内食，连一块都毋通摕出去外面。羊仔的骨连一支都毋通讲断。以色列所有的会众拢着安尼守节。若有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爱要受搬过节敬拜上主，因家内的查甫人着受割礼，正通甲本族的人共款守节。毋过无受割礼的外族人拢袂用得食。本族人甲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相款拢着安尼守节。以色列众人就照上主命令摩西、亚伦的话去做。就伫迄日，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就将头前生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予我，因为因是我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讲：恁着会记得即日，因为上主伫即日用大宽容的手，甲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有干的饼拢毋通食。伫阿密月的即日离开埃及。将来上主会带恁进入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希未人、亚布斯人徛起的地。这个地是伊对恁的祖先立誓，要赏赐互恁的老年甲蜜的地。迄时，恁着伫当年的即个月遵守下面即个规例，着食无甲饼7日。第7日是敬拜上主的节日，即7日恁着食无甲饼。伫恁境内袂用得有甲母甲有羹的饼。伫即日恁着教示恁的囝，讲。这是要纪念上主伫我出埃及的时，为着我所做的事。恁着伫恁的手甲头遐做记号，互恁常常按念上主的律法，因为上主有用大宽容的手带恁出埃及，所以当年7日若到，恁着守这个规例。上主带恁进入伊对恁甲恁的祖先立誓。未赏赐互恁的迦南地，迄时恁着将大囝甲所有头前生公的精生献互上主，因为这会拢属上主。头前生的女仔着献羊仔赎回，若无要赎回，就着降断女仔的颔棍。毋过恁的大囝拢着赎回。以后恁的囝若问恁讲，是安怎要安尼做？恁着甲因讲。上主用大宽容的手，带阮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迄时，埃及王固执毋放阮离开。上主就将埃及所有人的大囝，甲前生的头前生的拢杀死。所以我将头前生公的前生献互上主，将大囝赎回。你着伫你的手甲头遐做记号，纪念上主用大宽容的手带阮出埃及。圣经以上，即时请圣歌队来学乐，光明极美丽，光明极美丽。
这时，请牧师来正道，题目是上主大能的手，上主大能的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有看到这两边的这个荧幕吼，拄好早起时的时阵出现高奖，所以我要请台顶的同工家属啦，无都及时来处理好势，规气就卖有食的，安尼好无？吼。卖规个来关起来不要紧吼，因哈慢慢来处理。所以今仔日早起时，咱要训练咱听，吼。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转来到真原始，无。其实咱即摆拢过头，咱即摆拢过头挖靠即种电脑的荧幕。至到咱有当时啊，会袂记起用咱上直接的听来听上帝话，所以假使咱手中留圣经，不过台语因为这有台语版啦吼，所以不要紧，咱嘛详细来听今仔日咱所要读的这段经文内底，虽然我无全部来解说，总是用大部分的段落来解说一段。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检测有伫无共款的时代，咱使用无共款的方式，帮助咱听见上帝的话。总是有当时啊，转来到上关系的状况嘛，不要紧。愿上帝帮助扶持，我拄拄大圣歌队的兄弟姊妹讲，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的兄弟姊妹拢真有诚意啊吼，因为外口咧风雨检测话兄弟姊妹今仔日会留伫厝内底，看到风雨会感觉留伫厝内底透过迄个电视做伙做礼拜，所以不管安怎，愿上帝平安就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所以我要请你甲边仔的人讲平安，愿上帝甲你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有上帝你的话，要成做阮的平安甲快乐。感谢你赏赐，互阮真正领受到上帝你完全的祝福。虽然有风雨，总是阮嘛知，阮所伫地土地嘛需要风雨，要提醒阮，嘛要互
互阮伫这个过程来得到快乐甲祝福。求主保守阮，引带阮，互阮做伙听见你的话。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当川普伫2024年的时阵，伊搁一遍竞选美国总统的时，伫美国的基督教界内底，就有真侪人咧烦恼，是毋是有可能教会甲基督徒会互人打标签？你是正派还是倒派？你是右派还是左派？随上这种情形，甲台湾真类似。台湾嘛安尼。换一句话来讲，为着政治，还是为着支持什么款的人，就互人打上你是属这款的人，你是属迄款的人。伫民主选举甲政治内底真平常，所以Jimmy Wallace 这位美国的神学家，以及主要神学杂志的主笔，就问 Brueggemann， 当时伊还未过身，伊安尼讲 ，Brueggemann 安尼讲，伊讲毋通往正边行，毋通往倒边行，总是爱行了深入。Brueggemann 其实是引用先知的传统，咱若读《申命记》5章32节、17章20节、28章的14节，拢会当读到即款的吩咐。毋通往正边行，毋通往倒边行，爱好好行伫迄条上帝的路。听，往往伫每一遍选举的时阵，无得卖讲，无得大战。这实在真可惜，因为咱有法度找到一条无分色地，只会当互台湾甲这个社会得到上大利益的路吗？咱有法度找到这条路？这我想，这是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内底，迄个只要是选举的困境。事实上，今仔日的经文就提醒咱爱对历史找到家己。才有法度看见新的路。今仔日的经文其实就咧提醒咱这项代志。咱若无对历史看见家己真正的样相，咱找无新的路。伫出埃及记一开始，上帝就用一种真特别的自称称呼家己。表明伊是以色列的主。当摩西伫旷野拄着上帝时，上主甲伊安尼讲：出埃及记第3章15节，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派我来恁遮，这个永远是我的名，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位上帝大起先一开始，伊就显示，伊就是正族长的上帝。这项代志偌重要，表示伊会记住，伊甲这个族长所立的约。所以咱称上帝叫做信实的上帝，就是安尼，伊会记住。刷到伊安尼讲出来，记第6章的第6节，伊讲：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我是上主，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
我阁要出手严严刑罚因来救赎恁。所以，刷落去，上帝安尼讲，上帝要伸伊大权能的手，然后伊大权能的手会带来灾祸，总是这个带来灾祸的上时，嘛是上帝的怜悯。伊要拯救，就是伊降灾祸的原因。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7节，尾段是安尼讲：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的时，恁会认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位我是的上帝，唔只是过去甲列祖立约，现在伊阁要伸手，互属伊的百姓得到自由。这10个灾祸表达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连埃及嘛属我是这位上帝。出埃及记第8章的20节是安尼讲：迄日我要将我的子民徛起的高山地区分别出来，伫遐无归群互神。我安尼做，是要互你知，我上主是全地的主。这是伫互神灾迄灾内底。上帝安尼讲，因为对迄灾开始，上帝开始分别，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总是不只是分别尔。迄灾在要显示的是，上帝唔是迄位伫天边海角的上帝，上帝是埃及的上帝。所以当法老看无上帝，上帝嘛看伊无，这位上帝，就亲像但以理伫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的告别。但以理书第4章的25节，但以理安尼讲：至权的在掌管世间的国家。伊要将国赐予什么人，就予什么人。这就是但以理伫王面前的告别。虽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拢顺服承认上帝，总是上帝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就亲像但以理对王所警告的。但以理书第4章27节，伊安尼讲：着秉公行义，离开你的罪，自比对待善巧人，脱离你的歹所行。所以，这10个灾祸是上帝世界来显示。伊无法度用阮统治者的压迫，这10个灾祸的第一灾，甲上尾一个灾祸，就是伊咧回应法老谋杀的命令。法老要杀死以色列的查甫婴，伊就予尼罗河的水变血。埃及的大囝死，这就是上帝大权能的手。实际上，这样代志嘛要表明，上帝无法度用阮这个统治者的罪行甲压迫。所以，当这群人出埃及的时，出埃及记12章的第38节是安尼讲。阁有真侪混杂的群众，以及牛群、羊群，真侪精星甲因做伙出去。
英文翻译其实就是混杂的群众，所以啥物会叫混杂的群众？混杂的群众，毋是看血统，毋是看身份，毋是看伊徛起的所在。混杂的群众是遐会听上帝的话，得到羊会保护的人，因对安尼来认捌上帝，主动加入上帝子民的行列。这就是搬过节庆典的意义，要让每一代上帝子民会记住，并且主动来参与伫出埃及的拯救内底。然后其中啥物人会当参与伫这个宴舍内底呢？出来记22章第43节，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头一节。上主对摩西亚伦讲：搬过节的规律是安尼，搬过节的食物，外族人拢唔通食。外族人原文唔是外邦人哦，这甲后来咱翻译做外邦人的迄字无啥共款。外族人的意思是指也未互人认可，也未互人承认。所以，然后这个资格承认，毋是根据血统，毋是根据你伫啥物所在出世，毋是根据你的身份权阶，是根据你是毋是互人认可。然后刷落去，出来记22章44节就安尼讲，毋过用阮买来的奴隶。老受割礼就通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受认可的条件就是割礼。出来记22章46节，就伫厝内食，连一块都唔通摕出去外面；羊仔的骨连一支都唔通讲断。换一句话来讲，这场搬过节的宴舍爱伫厝内底做伙食，上时要表达这场的宴舍，毋单是要感谢上帝的拯救，更较是一场厝内底的人团契的礼拜。然后行这个羊的是爱归食，袂当压制、讲断骨头。这个所在伫新约用来有表基督的死。咱来知影古早近东真侪民族拢有割礼的习俗。当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就使用当时的割礼的这个习俗，予伊一个新的意义，成做因立约的记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割礼就是行伫肉体顶头立约的记号。总是到新约的时，保罗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3节安尼讲：其实咱才是真正受割礼的人，咱通过圣神敬拜上帝，夸口基督耶稣。无外靠外表的礼仪，就亲像保罗所讲，你挂搁较侪，你的性命若无更新，嘛无路用。较到挂，规支拢挂去，嘛无效。所以要紧的是啥物货？真正受割礼的人。是圣神放伫人心内底的记号，照着基督耶稣，才算做真正的割礼。所以现在咱无搁用外表的礼仪，是用洗礼，成做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出来记13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
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着将头上生的人甲前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因为因是我的。这个命令是爱上帝子民会记得迄暝伫埃及所发生的代志，迄暝是在下，搁较是拯救。所以伊要求，既然对上帝救赎恩典感谢的人，爱将头上生的分别做成归互上帝。所以爱献上头上生的，就是献上初熟的果子。这其实有同款相同的意义。上面要感谢这位创造主上帝，创造万物。另外一方面，嘛要感谢下其实出埃及迄暝伊的拯救。每一年都爱伫迄个搬过节的宴席内底下其实，因的性命对死亡来。因为安尼，一切头上生的归主，表明上帝有所有头上生的拥有者，上帝就是迄位拥有者。这上时也是咱进行圣餐爱的其实，上时嘛爱感谢的，因为上帝对咱无比的疼甲拯救。既然互伊头上生的所疼的，为咱死伫十字架顶。出来记13章11、19、12节安尼讲：上主带恁进入伊对恁甲恁的祖先立誓，要赏赐互恁的迦南地。迄时，恁着将大囝甲所有头上生公的精生献互上主，因为这个拢属上主。上帝透过这么惊人的方式成就伊的拯救，是所有上帝子民袂当放袂记一个。照着埃及大囝的死赎回伊的子民，所以赎伊的子民爱献上头上生归互上主，回应上帝的疼。所以当这个吩咐是安尼讲，当恁进入应允的所在时，且会记得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救赎甲应允。出来记13章的13节是安尼讲：头上生的驴仔，着献羊仔赎回；若无要赎回，就着讲当驴仔的颔棍。毋过，恁的大囝拢着赎回。咱也知影，驴仔是当时要紧的交通工具，总是伊伫礼仪顶头算无清气，所以既然头上生的驴爱用羊仔来赎回，照民数记记载，除了驴仔会当赎回以外，头上生的牛羊拢爱献互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献祭是要提醒上帝子民，上帝掌管性命，伊是迄位将上帝子民对奴隶甲死亡中间拯救出来的主。出来记13章第3节安尼讲：摩西对以色列人讲，恁着会记得即日，因为上主伫即日用大权能的手，甲恁对埃及做奴才家带出来，有价的饼拢毋通食。咱来知影奉献头上生的，甲食无价饼，拢是透过一个礼仪来纪念出埃及的事件。然后这两段摩西吩咐百姓的话，
有非常明显要教育下一代的意义。出埃及记13章第52段甲11节，拢有表明。出埃及记13章第52段是安尼讲：这个地是伊对恁的祖先立誓，要赏赐互恁老年甲彼的地。迄时恁着伫当年的即个月遵守下面这的规例。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的话是咧反复迄群已经进入应允的地的子民因爱的记节。11节嘛同款，所以这两段拢咧表明，当上帝伊的应允实现的时，要透过礼仪来会记节伊，爱去应答这个囝儿咧提问，爱伫手甲额头留落记号。就亲像出来记13章第9节安尼讲，恁着伫恁的手甲头遐做记号，互恁常常暗念上主的律法，因为上主有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埃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三个礼仪，盘过节、无假节期。甲献上头上生的，伫上帝信仰内底有一个真特殊的意义。虽然伫咧写的过程，神学家拢认为这无啥协调，放伫这个所在，因为这的礼仪实际上真早就出现，总是这是要表达一项代志。即群上帝的子民已经认捌上帝，伊就是迄位用大权能的手讨绑因的上帝，所以爱一直会记住，埃及大囝死，就是上尾拍倒埃及得到讨绑的事件，所以爱献上头上生的，感谢上帝赎回代价。盘过节是要爱的季节，因为上帝保护，才免互灭命的来伤害。无假节期是要爱的季节，迄日就是因真猖狂逃离埃及，行往上帝应允的地的迄日。所以每一个礼仪拢有真明确的指示，爱往后代解说的季节，以及宽恕的要紧。所以上帝的子民对迄时开始就被要求，每一当重新演出伫出埃及迄暝所发生的代志。实际上，亲爱兄弟姊妹，这也造成今仔日的信徒上帝的子民，咱逐礼拜坚持礼拜的原因。透过这礼拜甲仪式，咱会记起上帝救赎的恩典。诗人伫诗篇44篇第1节安尼讲：上帝啊，你伫古早。阮的祖先的时所做的代志，阮有亲耳听见。阮的列祖有对阮讲起，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诗人讲，阮所听见这个代志，就是阮的列祖一代一代讲。所以，对出来记迄群上帝的子民开始，圣经就不断提醒仪式甲礼拜的要紧。过去的信仰者透过仪式甲礼拜，伫家庭的宴席内底教示囡仔，会记起上帝大权能拯救的手。
爱到圣殿去敬拜，甲献祭，分别家己做圣。伫生活顶头，互伊的话安安印伫心内底，甲生命内底。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今仔日咱更较持续透过礼拜、洗礼、加圣餐来会记住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赎回咱，记得伊透过安尼是伊大权能拯救的手。1932年，黄宗辉录取当时台湾只有一间高等学校的迄年，伊的老爸黄树明牧师就请伊来到伊的房间。黄树明牧师当时就对伊安尼讲：“我的囝，今仔日因为今仔日录取的好消息，现在应该来你讲。当你的阿公改信的时，伊的生涯有根本的改变。迄时，伊就甲上帝立誓，要做传道者，不止伊本身，嘛爱伊厝内底的大囝安尼做。我毋知影有这个立誓，到我考调台北医专，得到奖学金了后才知。我请你的阿公准我，总是伊安尼讲，袂使，你爱去台南新学院，将来做牧师。我当时非常无欢喜，想要逃走。总是经过30冬，我会当诚实对你讲，我的传道生涯真快乐，这一生真受祝福。你是伊的大孙，是下一代的头上生的。伊过身进前提过来遍，爱我对你讲，然后我甲伊约好，一定会照伊的话所做。总是时代无共，一方面我甲你阿公约好要对你讲，另外一方面我立誓爱你知。就是自由甲教育。上帝予咱自由，所以咱应该尊重伊，亲像家己的性命，并且伫上帝面前尽责任使用伊。对教育下一代，必须要伫教育甲造就方面比顶一代求进步。那上帝赐予你非常好，甲真少人有的机会。所以，伫你所选择的方向，去为你家己追求上悬的成就。所以下面迄段话，黄树元牧师无强迫伊的囝爱安尼做，伊只是来讲，我的老爸、你的阿公有这个历史。后来，黄宗辉顺从伊的阿公的历史。伊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了后，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1943年，伊伫英国服务。我认为自由甲教育拄啊好是今仔日咱所读到出来的字上要紧的两项提醒。也是出埃及的时，即群人的梦想甲毋梦。今仔日的台湾教会甲基督徒，应该带人看见弥赛亚的小门。真歹势吼！教会这个门是话是水，因为无的确所有的人拢会当知。会当顺探，会当得到拯救。现在的台湾伫民主、自由甲教育顶头，已经比前一代更较广阔。总是过去以及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甲威权、阴影是悠然不时来出现。
所以咱来祈求上帝，同时咱嘛爱求上帝赏赐予台湾，当这会得到权力的人，知影敬畏上帝甲人民。当台湾的人会向珍惜民主、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同时，更加要紧的是，咱会当提供厝边隔壁真正的公义、甲慷慨经济另外一种选择，互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帮助甲医治。我相信，当这个伫咱伫地的社区出现的时，这就是上帝大权力的手伫咱这个所在实现的时，然后这也是咱证明咱已经达至上帝应允的所在土地顶头。做伙来祈祷，主求你人民愿，你知影阮所伫地的社会充满侪侪纷争，充满侪侪意识形态以及互相的攻击。你知影，阮实在软者、软弱，也时常会互人，甚至阮会爱人来打标签。主求你人民愿，帮助阮，互阮真正会当有一粒敬畏上帝的心，求上帝帮助扶持，或者会得到权力的人，会当至少爱敬畏人民，有这个心，知影因所有的权只不过是暂时。主，阮更加知影，伫这个世间，所有的权拢对你来。若毋是你允准，无人有法度坐位。坐位的人嘛坐袂久长。主求你帮助扶持，你的公义、你的应允、你的旨意，要来到伫阮所伫地的所在，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阮心。大家来回应圣诗，圣诗568首，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请起立吟全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虽然我袂也无畏，也不惊我来相会，我我无家，甲保护。
来奉献。请柯明伟技术、蔡如技术来出现。今日来吟奉献的诗。感谢你的文典，感谢你保守看顾，因带阮今日伫遮尔大的风雨中，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和努力，感谢主，你赏赐阮平安。这是我奉献淡薄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你来降纳。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会众请坐。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着将头上生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因为因是我的。出来日记13章1到第2节，请。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着将头上生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因为因是我的。出来日记13章1到2节。上主对摩西讲：以色列人着将头上生的人甲精生，拢分别做成归互我，因为因是我的。出来日记13章1节到2节。请分献开第1页，周间的服侍人员，下周的服侍人员请咱预备心。周间聚会甲主日会聚会、教育部课程甲小组聚会表，请咱家己来看。奉献明细若有订单，请咱向办公室来更正。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2026临时和会中职选举，请在籍会员伫礼拜堂外领取中职选举票，并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将选票投伫4楼投票箱。第2，8月份定期中职会甲练歌，中昼12点半伫701举行，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继续举行中职选举人开票，甲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
下主日欢迎南坎教会蔡庆生牧师到本会正道分享甲募款，请为南坎教会建堂事工大道奉献。第二，传道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三，关怀部伫中昼12点半702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公告：2026团契首长改选，学年制团契伫8月底已经完成改选，9月第1周就任，其他团契伫9月底完成改选。少气吴佩慈牧师，学青赖建成长老，夏季学校营长张伯金长老，松联张伯金长老，妇女穆桂英长老，夫妇李正义长老，社青吴佩慈牧师，圣歌队陈建州长老，敬拜团王浩杰长老。告解消息：平安7月节音乐会时间伫9月7、5拜六2点半到5点，地点伫桃园展演中心，欢迎向办公室免费索票。第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竹苗区洪灾事培训时间伫9月26拜六到10月3拜六，上午9点到5点，地点伫新德教会，费用每人300块，内容报名资讯请扫正面的 QR code。其他消息，桃园合作社理监事会伫中昼12点半702召开，请理监事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头一项就是咱今仔日的预算，临时会会中级预算要到今仔日就暂止，所以请也未将咱的选票投入票箱的，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将这个选票投入票箱。总是伫教会选举可能甲外口无啥共款，是咱是用祈祷来支持，甲望咱的教会更较好。所以咱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也透过小会嘛的斟酌，照咱的意愿以及小会内部的参详来做出这个决议。所以今仔日咱会开小会来伫小会进前先开票，然后开票了来伫应该会对后礼拜开始就来公告小会推荐的名单。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也互咱已经这种方式已经伫咱的教会已经进行真侪冬。所以嘛，望咱的教会当透过即款的有一个好处是无共场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有一个意愿来投票，所以嘛求上帝赏赐，互咱的教会，特别是线落来要引传甲伫咱中间服侍的正中职，会当透过安尼来得到祝福。所以请咱用祈祷的心来支持这个代志，这是头一项。第二项，咱后礼拜是要为着南坎教会来奉献。南坎教会甲咱的教会其实有一个亲情关系，所以所谓的亲情关系是，其实南坎嘛是马街的学生先去到遐来宣扬福音来设立的。不过伫当时，桃园教会成立同会时，桃园教会应该是当时马街第10间的款啦吼，第11间的同会，马街伫地的时阵吼，第11间的同会成立同会的时阵，南坎阁是支会，所以当时中立甲南坎因的小会记录拢放伫桃园教会内底，听有意思吼？当时因拢阁是支会啊，虽然毋是桃园教会去开拓的吼，总是因是支会
然后因的小会记录就放伫咱的小会内底，咱的记录内底。然后过一冬，就是中日教会成立同会，所以过一冬，所以中日教会今年要庆祝140周年。过2冬，南坎成立，所以因若用同会成立来讲，是办咱2冬。我来到我来到德中咧服侍的时阵，就时常听人咧讲吼，南坎叫做南坎啦吼，然后桃园叫做讨厌啦吼，其实吼拢是滚生笑的啦吼，拢是安尼透过安尼滚生笑，因嘛无特别重会声称要献堂募款，总是蔡牧师特别打电话给我讲，伊只有要针对几间教会吼，特别真望会当来到堂教会。我就讲，咱是算有亲戚关系的教会吼，所以互相支援甲互相奉献。因为因要建筑的这个真险嘛，真严重啦吼，真大啦。咱大概吼付无啥会起，总是咱会当透过安尼来参与因的建堂啦吼。我想这是一项好的代志，所以嘛得到小会接纳了后礼拜，咱就做伙来为着南坎教会的建堂来募款。因大概现在已经起到3楼甲4楼，差不多安尼啦吼。所以咱会当持续为因来祈祷。所以后礼拜咱会请蔡牧师来甲咱分享南坎教会的建堂，然后会当参与有份参与伫因建堂的这个过程内底。愿上帝帮咱扶持相信过去咱教会建堂的时阵，因嘛有参与，所以透过安尼来表示兄弟姊妹互相的关怀。这是简单的报告，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以及新德中会正教会拢通得到祝福。上营这时咱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完请老师教导。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电乐祝歌。
平乐立岛。平安礼，请兄弟彼此请安。